各位兄弟大家早早，咱做伙来吟诗，吟诗101首，救主国外的早起。咱对今日开始，咱要来做伙共来读旧约圣经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是先知以西结，伊伫主前586年犹大王国前后，伫巴比伦迄当时过流亡的生活。伊的信息是针对流亡伫巴比伦，甲留点伫耶路撒冷的人所写的信息。先知以西结书会当分做4个部分。头一个部分是警告犹大人有关上帝审判甲耶路撒冷的毁灭。第二个部分是有关迫害引诱上帝子民犯罪国家要受刑罚。第三是劝勉耶路撒冷受掠了后，这犹大人将来要有光明的前途。最后，先知以西结本人，伊对犹大复国甲重建圣殿所领受的异象。先知以西结，伊是一个充满信心，也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先知。伊真侪深搁远的看见是通过异象来表达出来。先知以西结，伊也非常重视内心甲人性顶悬的更新。伊也强调每一个人都要对家己的罪来负责任。随时也宣布伊对复兴国家所抱持的愿望。伊担起祭司甲先知相阵的任务，也特别关心圣殿甲圣洁的代志。咱通过这张图会当来看出，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，分做3个部分。1章到24章会当讲是犹大的灭亡，25到32是讲到犹大的敌人，33到48是讲到耶路撒冷的代志。犹大的灭亡1章到3章是一个异象，甲上帝呼召；4章到6章是上帝所发出的信号甲信息。7章到11章是上帝应该来离开耶路撒冷，12章到24章是上帝审判。这个是伫耶路撒冷受包围进前，主前592年到587年左右。第二段是讲到犹大敌人，对25章到28章讲到上帝对这敌人的审判。29章到32章是针对埃及的审判。这是伫上城耶路撒冷受包围的时，伫主前586年。
然后33章到39章是讲以色列顶头生，这是因还有40章到48章是讲到新的圣殿耶路撒冷以色列新的圣殿。这是伫耶路撒冷城受包围以后，主前585年到主前570年。所以头前遮个部分的主题是讲到上帝的定罪，针对家己的子民，甲遮四周的国家。然后后壁是上帝安慰的信息，是针对伊的百姓。地点是写批伫甲巴比伦的所在，是祭司先知，也是祭司以西结所写的。写作的时间对前到后拢总有22年久，就是对主前592年，一直到主前570年左右，真一段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以西结书。咱伫今日要来看的是头一个部分，是以西结先知的受呼召。这个呼召是对第1章到第3章。今日咱要看第1章头前30是讲到以西结伊受召的时阵的时间、甲身份、甲地点。第40到28节是伊伫受呼召时，伊就看去耶和华宝座的异象。这个异象分做4个部分，40到14节是讲到4个画面，15节到21节是讲到画面的人啊。22到25是讲到画面头壳顶的穹苍，26到28是讲到穹苍顶悬的宝座。煞接咱就来进入今日这段的经文，咱要来读是以西结书第1章1节到28节。第30年4月初5，我甲受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做伙住伫加巴洛河边。迄时天拍开，我看见上帝异象。这个代志发生伫约雅君王受掠去巴比伦以后第5年。伫巴比伦的加巴洛河边，上主对布西的囝祭司以西结讲话，上主赏赐伊气力。先知以西结这个名意思就是上帝加添气力。这个先知以西结，伊是第3摆受掠中间的第2摆。第1摆受掠是伫列王记下卷的24章，迄当时就是但以理甲伊的3个朋友受掠去到伫巴比伦，还有遮个贵族王亲。第2摆受掠是列王记下卷的第25章，就是以西结即摆受掠的时，去到伫巴比伦的加巴洛的河边，是伫巴比伦城的南边的所在。到第3摆受掠，一直来到伫耶利米书的52章，这是讲到主前586年犹大国家灭亡的时，遮耶路撒冷的人拢受掠去到伫巴比伦。总是迄当时嘛有先知耶利米甲遮个流亡的百姓，有诶走去到伫埃及的所在。但是咱当看见这个第30年这个30年检采是先知以西结伊的年岁啊。那将耶利米、但以理、以西结这3个先知的年岁来做比较，较早出世的是耶利米，然后伊是出生是伫祭司的家族。第2出世的是以西结，伊是祭司的家族。然后但以理是较少年，是出生伫犹大的王族，是贵族。总是因为3摆受掠，所以以西结，但以理是头一批受掠去到伫巴比伦，是伫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。咱咧读耶利米书时阵有看到这个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，这当。然后第2批受掠就是伫约雅斤做王的第11年，第2摆受掠，这摆受掠约雅斤王也死，伊的囝约雅君甲1万个人。大部分拢受掠，去到伫巴比伦，然后西底家继续来做这个王的位，所以这是伫这个时国家非常混乱，也是非常困难的时。先知以西结伊受掠去到伫加巴洛的河边，然后伫遮来传达上帝话甲上帝信息。所以这也是一个上帝要继续毁灭，上帝毁灭还未结束，要继续毁灭落去。咱搁继续来看第4节到14节，这段是咧讲到4个画面。我伫观看的时，看见大风对北边扫过来，有一大片云，搁有闪烁的火，云的四周围跟影影，对迄中间发出的火，亲像会死的金属遐尼光。伫中有出现4个画面，因的形状亲像人，逐个拢有4个面，4支翅。
因的脚直直，骹蹄亲像牛的蹄，光影影亲像磨光的虫。伫逐支石鼓下面有人的手，四个面四支石是安尼，因的石拢相连接，行动的时毋免转身，拢会当对逐边直行。四个画面各有四款面，头前的面亲像人，正边的面亲像狮，倒边的面亲像牛，后面的面亲像鹰。因的舌向顶面踢开，在画面的两支舌甲两边的画面的舌相接，另外两支舌掠砍家己的身躯，逐个画面的面向前，照心意做伙行动，直行毋免转弯。这画面的形状亲像得到的火炭，嘛亲像火把。火焰不断伫画面的中央来回刷位震动，火真光对火的中间发出闪呐。这画面前后撞来撞去，速度亲像闪呐遐尼紧。伫这段记载，咱会当通过画图，来想象以西结伊所看见的，总是无共款的图，互咱有无共款的想象。总是咱知影这四个画面，因所代表的，至少有面，然后四种无共款的面，然后还有人的形体，然后还有两对的舌，所以伫以西结伊所看见的这个异象，其实伫这个启示录第4章，嘛有看到这种的异象。这个异象，四个画面也亲像是伫约柜顶悬的这个纪念品，记录簿，的这个形状，也是伫这个先知以赛亚所捌看过的形体，甚至伫但以理书中间，这个但以理看到人主的同款的这个异象。四个画面，正面是人，正面是人。伊的正边，就是右边是狮，倒边是牛，后面是鹰鸟。这无共款的面，因所代表的总是共款的行动，拢是一种上帝的伊这个守卫，这个上帝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样相，要来做上帝的旨意。咱继续来看15节到21节。我伫观看这个画面的时，看见每一个有四个面的画面边仔拢有一个囡仔伫涂骹，四个囡仔内外的形状拢共款，那亲像每一个囡仔内面各有一个囡仔，囡仔拢亲像宝石发光。这四个囡仔振动的时，拢会当向逐边直行，毋免转弯。四个囡仔的脸孔悬，阁互人惊畏。孔的外表拢是目睭。这个画面行动的时，四个囡仔随伫伫边仔转色，四个囡仔缀伫边仔转色。画面离开地面，囡仔嘛离开地面。画面的心意要去倒位，囡仔就去倒位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囡仔。当画面行动，囡仔嘛行动；画面停滞，囡仔嘛停滞。画面对地面升悬，囡仔嘛对地面升悬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囡仔。所以伫这个以西结伊所看见的这个四个画面，过来配搭四个囡仔，直到这个画面会当真快速，来来去去行动，毋免转弯，会当直行，甚至讲会当真紧来传达因所要传达的信息。22节到25节，这个画面的头壳顶有强冲的形状，亲像在发光，显目的水晶伫因的头壳顶展开，伫强冲下面，因的舌直直裂开，甲边的画面的舌相连接。每一个画面用两支舌掠砍家己的身躯。画面行动的时，我听见因的舌发出声，声亲像大水哗哗吼，嘛亲像军队在做声势，阁亲像全能上帝的声。因停止徛地的时，舌就随落来。
毋过画面停伫实随落去的时，犹原有声音对因的头壳顶的宫腔传出来。所以咱伫这段看到画面，因的头壳顶悬的这个画面，就是有一个宫腔。这个宫腔嵌伫画面甲遮个囡仔的顶悬，然后这个宫腔有声传出来，直到身体意识继续向顶悬、搁较悬的所在的位来看。咱继续来看26集到28集。伫画面头壳顶的宫腔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用蓝宝石做的宝座，坐伫宝座顶的形状亲像人。我看见伊的腰顶悬亲像画实的金属，遐尼光，四周围亲像在倒的火，伊的腰以下亲像火在倒，四面发出光。周围的光辉亲像落雨的时云中的轻共款，这就是上主显现的时阴间的形状。我一个看见这个景象，就趴伫涂骹，我阁听见有人在讲话的声。这段的圣经，互咱来看见先知以西结受掠到伫巴比伦加巴罗的河边。伊的国家、故乡、乡土已经非常的败坏，非常的混乱，总是伊头前一片黑暗，毋知伊的国家会变做安怎，毋知伊的人生会变做安怎的时，总是上帝伫伊30岁会当出来登基服侍做祭司的时，互伊看见天顶的异象。这个异象是对四个画面，然后到四个画面的囡仔。搁对这个四个画面的头壳顶的宫腔，到这个宫腔顶悬的宝座，然后到伫这个宝座顶悬有一个人子，这个形状亲像人，然后伊开始传达伊的声，这就是以色列书先知以色列伊所领受这个信息的话，是对这个坐伫宝座顶所来的信息。伫今日咱读这段圣经。会当来金一个金句。我所见的金句是第1章26节。伫画面头壳顶的宫腔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用蓝宝石做的宝座，坐伫宝座顶的形状亲像人。这个金句也互咱会当来联想，这个亲像人的这位坐伫宝座顶的，就是咱的主耶稣。伊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虽然伫犹太国家伫要灭亡非常混乱的中间，但是耶稣已经坐点伫宝座顶，耶稣已经伫遐来掌管一切。当咱看到耶稣，咱就当来得到平安。今日的灵修，咱也写一段咱的感受。我所写落来感受是安尼：伫王国前7冬的时。以西结就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，看起来头前是一片的黑暗甲绝望，但是伫黑暗甲绝望的中间，上帝选用家己的荣耀，包括伊的四个画面，甲伊的囡仔，甲伊的宫腔，甲伊的宝座，甲坐伫宝座顶的即个尊贵的羊羔，也来照跟即规片黑暗的局势。检采咱伫地上看无头前的路，也是咱对政治、对社会、对世界看袂到头前的出路。但是只要咱注目看上帝，等咱来领受上帝伊的话甲伊的启示，咱会当看到伫即个天顶的耶路撒冷，看到伫即个将来所要发生遮荣耀的事。第4个部分就是咱今仔日所要来做的代志。今仔日是9月初6，是旧历的7月半。相信也是真侪人伫遮来大拜拜、拜鬼神、拜个好兄弟的事。总是咱会当通过今日下晡，咱2点有一个福音的地会。咱有将近40位，也是超过40位遮的 best 还未洗礼兄弟姊妹甲无道友，因来参加甲参与，也愿上帝当祝福伫即个福音地会的中，
或者的新的生命会当伫信心甲伫耶稣基督内面顶头生，会当来建立上帝国甲上帝旨意。也为着今日暗时拜六有青年的礼拜，甲要举行的圣礼典，今日也是我的大汉查某囝云杰18岁的生日。今仔日有真侪代志，总是通过今日的圣经节就算咱伫软弱的中间，也是咱亲像这以西结共款受掠去到伫巴比伦诚侪人的奴仆，甚至咱诚侪罪恶的奴仆，只要咱注目看耶稣。注目伫上帝恩根，总有一日，咱当看见上帝甲咱开一条光明的前途，也是伫遮的慕道友百姓的生命中间，明白上帝，上帝要为因来开一条光明的路。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遮的四个画面，所代表的也是第四本的福音段。马太就是狮，形容耶稣就是君王。马可就是牛，就是耶稣亲像奴仆；路加就是人，人主，耶稣亲像你甲我的兄弟共款，所以人主。约翰福音，耶稣亲像鹰鸟伫天顶在飞，是上帝囝。四个画面所代表的，就是耶稣伊会来到这个地上的服侍，来成做一体，成做完全。这个链仔所代表的，就是信神在运作，信神在将这个事紧紧来传出去，互这个福音会当愈传愈快。最后，今日必就是咱今日的祈祷，咱今日的祈祷要安尼来祈祷，求主拍开咱属灵的眼界。互咱当来明白信父、信囝甲信神伫今仔日这个世代中间伊的作为，也互咱会当随时准备好势来欢迎耶稣基督有一日要对天过来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通过今日先知以西结伊的异象，也互阮搁一摆来得到信心，也得到望。知影阮伫黑暗中看起来绝望无路的时，上帝你早就坐伫宝座顶，你也掌管一切，甚至你要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奥秘，用你的罗卜来向阮来启示，上帝你伫今仔日，伫明仔日，伫将来你所要做的代志，就是有一日耶稣要对天过来，愿主帮助阮准备好势，伫今仔日。是一日的中间，也求主你的话、你的神也甲阮同在，互阮当经历上帝你的看顾、引带甲带领。阮的恳求祈祷，都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这首诗：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信诗201首。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我无欠缺一件，青水草木，互我徛起，带到安静水边。我灵魂晶莹似我，带我行去的路，我虽行过深山谷，免惊死无凶恶。虽有危险，免惊灾害，因为我主同在，用你的骨我受保庇，应该安慰夫妻。对着民情百姓
稳定慈悲着卡地我，到今一世无煞，我要永远快乐安住，伫主上帝的厝。愿上主祝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